以无厘头风格闯出一片天的网红团体 Wacky Boys 反骨男孩，团员主要由酷炫、孙生和伟哥三人核心组成，其中孙生更要至目前担任《麻辣天后传》助理主持，不过最近却未在节目中看到他的身影，原来是他的拍档酷炫惹怒制作人孙乐欣，不但让孙生新节目破局，还让他暂时丢了助理主持棒。对此，主持人历经回应小孩们一而再、再而三不懂事，话中透露出既无奈又为难的心情。根据三立新闻网报道，原本孙生要和麻辣制作人孙乐欣合开私人频道孙生来了，没想到合约都谈好后，竟被酷炫抢先开设，且不但未告知，还用了一模一样的频道名称，令孙乐欣相当不满。而孙生经纪人也表示，在孙乐欣告诉他们之前，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。另外还透露，在事情发生后，孙乐欣有和酷炫通过电话，但在电话中酷炫似乎表示不在意麻辣，只在意频道，让孙乐欣更加不满，沟通破局。对此，向来很提拔孙生的历经在脸书写道：“你们了解我的为难了吗？”接着说小孩们一而再、再而三不懂事，想来就来，不爽就说不来，经纪合约如同虚设，还放话网路才是王道，电视无用，让他无奈表示只能给予尊重与祝福。据了解，事情发生后，孙生制作人也赶紧带着孙生和酷炫去向孙乐欣道歉。然而孙乐欣则表示，只要孙生处理好合约问题，未来还是会有机会。实习编辑斜线林宇璇